以佛所第5章第8到14节，因为你真是暗，若是现今踮你厝是光，就照光明的人来行，因为光的结子在你一切会好的、家己、甲真的，会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，无得参差，恁黑暗无效果的行做，较好就责备因，因为因你暗前所行的，连讲的拢见效。独独凡事受责备的，就是互光所显明的，因为既然受显明的拢是光，所以讲困的人就醒，对死人中起来，就基督的光要照因。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，恁是世间的光，城起伫山顶袂隐秘，无人点灯下伫斗下，若是下伫灯台顶，就会骗着厝内的人。安尼，你的光就照你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你的好所行，来归阳光，互你伫天里的爸。今仔日透早，恁看到光有欢喜无？要为着台湾民主运动市民节预防关24天4个月，所以当伊看到伊朋友送互伊即个盆栽，无到3个月就死去，伊感觉不可思议。我互人关伫监牢24天，我啥那较无死？迄个情爱当活了比我较久，总是已经死去。伊咧思考即个问题时阵，伊想到一项诗，伊所得到结论。伊家写伫伊的册，伊讲：因为我知，因为我的心内有光，所以安尼写。伊讲我有光，这个光毋也是对太阳所放射的光。我的生命有光，这是对着我对上帝的敬虔。我的光是对着我对着真理的坚持。我的光是对着我相信人类咧普遍追求自由、民主。人权甲和平的信念，我的光是出自我深深相信台湾人民有一天会觉醒，拒绝一切非法统治这种的信心。我的光是出自疼，因为我知有人疼我，我也知我疼人。生命若有光，互咱虽往活伫亲像监牢这款非常环境无好的所在。咱犹原会通继续活落去，只要你的生命有光，咱的肉体会通看见真侪光，日头的光、月亮的光、星辰的光、油灯的光、电火的光、火的光、蜡烛的光。最近台湾咧富裕这个萤火虫，所以有机会，你伫萤火虫季节时阵，你会通看到萤火虫屁股上面的荧光。咱的肉体会通看见这个光，是因为伊的波长、波长伫一定的范围内底。若是咱的波长上过短，譬如讲紫外线、X 光，那呢咱看袂到。若是这个波长非常的长，譬如讲红外线，伊所发出的光，咱的肉体目睭嘛看袂到。虽然咱看袂到这个光，总是这个光确确实实存在伫这个宇宙中。现主时你会通看到我。现主时，我会通看到你，是因为有光。即使这个时阵日头若无光，咱这个电火光若拢无，咱就袂通看到咱彼此。日头的光对着咱的生命，佫特别的重要，因为若无日头的光，咱也是看袂到，咱甚至嘛袂通存在。光对着生命影响遮尔大，所以伫宗教上也常常用光来做象征。来做一个 metaphor， 做一个隐喻。光象征水，光象征纯洁，光象征良善、启示、喜乐，也阁有觉醒。亲像物理上的光会通照亮咱物质的世界，那呢，精神的光
会通照亮咱心灵的世界。伫圣经中间，咱会通读到非常悬的光的一寡比喻。首先，咱读创世纪，创世纪第1章第3节，上帝开始创造天地万物，开始咧创造时阵，第一个创造的就是光。上帝讲要有光，就有光。光成做上帝介起头所创造的一个物件，然后才有动物，才有食物，才有人，等等才会活命。换一句讲，才会活命会通存在，是因为先有光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4节，你讲到道，安尼讲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生命源头。这个生命将光赏赐给人类。这个道太初就存在，这个道伊所发出来光，正做人生命的源头，是人生命中间真的光。换一句讲，这个光甲着咱的生命息息相关。这个光带予咱有生命，这个光会通予咱的生命会通成长，这个光会通照亮咱的生命，这个光嘛会通温暖咱的生命，这个光也维持咱生命。伫圣经中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光用来象征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生命源头。甚至你会通安尼讲，光若是生命源头，上帝佫是光的源头，所以上帝是一切万物的源头。世人上到伫这个光，伊就对伊的心底大大欢喜，安尼学了讲：上帝啊，你是生命源头，阮伫你的光内面看见光。阮伫你的光内面看见光，显然所讲的光，毋也是上帝所创的光，上帝本身就是这个光。约翰一书直接安尼宣布，讲上帝就是光，伫伊拢无黑暗。这是咱对着耶稣所听到的，也传播给咱大家的消息。当圣经提及到上帝时阵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光，上帝佫会通创造光，所以就常常提起到上帝的荣光。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咧流浪的时阵，常常看见上帝的荣光伫云中伫这个所在显现。上时当因开始有摩西的会幕起造了后，因也常常看见上帝的荣光降临伫会幕内面。以色列百姓这个宗教的民族。有非常丰富宗教经验的一个民族，互因伫信仰上安尼个别安尼讲，看耶和华阮的上帝，将伊的荣光甲伊的大权能显明互阮看。先知以赛亚伫圣殿内面，当上君上帝时阵，伊听去天使大声学了讲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的耶和华，伊的荣光遍满全地。这是旧约圣经中间，毋也是先知，也是一般的百姓，伫因的生命中间，因共同信仰的经验，甲因共同的见证。上帝是一位创造光，正做光的源头，常时伫伊所创造的世界，甲人类历史中间，欢喜常常彰显伊的荣光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所相信的上帝是光的上帝。咱所相信的上帝，伊本身就是光，常时是光的源头。那到伫新约圣经内面，进一步甲咱讲，上帝的荣光彰显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，所有这的使徒拢咧见证讲，道正做肉身。迄个咱头仔所讲的太初有道，迄个道已经正做肉身，踮伫咱的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阮也看过伊的荣光。就是爸独生囝荣光。先知以赛亚伫旧约老早就预言基督要降临，这位基督毋也是以色列的荣耀，这个基督也要成做外邦人的光。这个基督伊的任务毋也是干那要复兴雅各的国基派，互以色列百姓当头顶头倒来到伫上帝。上时这个基督一个要紧的使命，伊要成做万国的光。要互上帝救恩，毋是干那临到伫犹太人，是临到伫所有的外邦，普及到伫天地。为着回应圣经内面即个预言，耶稣基督来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对我的会得到生命的光。
袂搁再伫黑暗内底行。耶稣用日头的光来比喻家己，伊安尼讲：日时敢毋是有12点钟吗？人伫日时行路，就袂跌到伫跋倒，因为伊会通看起即个世界光。人若伫黑暗中行路，伊就会跋倒，因为无有光来照伊。日头的光会通帮助咱显明各种的事物，伊的形状、伊的颜色，甲着伊的位置。所以咱日常生活中间，若活伫日头的光内面，咱就袂行路跋倒。都是人灵性的生命所倚靠的，就毋是干那日头的光。人的灵性的生命所要倚靠的是基督的光。军队基督就要伫伊内面得到生命光，有光常常要照亮伫伊所行的道路。日头的光会通普照所有人。同时，如果咱将家己关伫房间内底，佮将咱所有门窗甲打起来，无爱互光入来。那你这个日头的光嘛袂通照入到伫你的厝，照入到伫你的房间。问题无伫这个日头的光，问题在伫你，因为你将家己关起来，所以地cầu你袂通接受到日头的光来甲你照。同款，基督的光照着应允，是要互所有的人，犹太人、外邦人，你甲我，拢会通得到基督的光。总是如果咱因为罪缘故，咱闪避上帝。无愿意向上帝来开放，那呢，咱嘛袂通接受到基督的光。问题无在伫基督的光，在伫你的心态。英国有一位诗人，伊名叫做 Alexander Pope， 伊为着牛顿，要写一句诗句，伊安尼写：伊讲大自然甲自然的法则，稳藏伫黑暗面内底。上帝讲要有牛顿。然后，这一切拢光明，这是模仿咱拄则所讲创世纪第1章第3节所讲的。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，但这个 Pope 伊安尼讲，上帝讲就爱有牛顿，然后这会物理的原则、大自然这这会稳藏的秘密，通过牛顿伊所讲物理的原则，伫遮显明出来。这是通我讲对着牛顿伫人类物理的世界中间，伊所做的贡献非常大的一个称赞。伫中国，朱子围咧，伊捌记载宋唐朝有一个诗人，这个诗人毋知影啥物名，总是有写一个诗句。后代人感觉这个诗句写了真好。这个诗句安尼讲：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仲尼就是孔融夫子，意思是讲孔融夫子伫伦理道德的教导，帮助咱会通明白人间伦理道德这的代志。这句的诗句是对着伦理道德的贡献，伫孔子对着这个贡献，伊真大的一个学乐。总是比较伫牛顿甲孔融夫子，咱会通来讲，上帝若无将伊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予人类，就咱人类灵性的生命，人类甲这个创造上帝中间的关联，就稳藏伫黑暗中。耶稣基督来，将上帝救赎的光照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会通认捌上帝，互咱会通认捌上帝的拯救，互咱会通认捌咱甲上帝中间迄个亲密的关系，互你会通呼叫这位上帝创造天地万物、救赎你的活命，到伫落尾犹原要审判你的这位上帝，你会通称伊做阿爸爸上帝。若毋是耶稣基督来，无人会通显明这款的真理。耶稣的光照亮伫你的心内，会通互你的心会通安然自在来呼叫这位上帝，你叫伊阿爸爸。当咱的生命有耶稣基督，咱就无搁再行伫黑暗。咱若是要行伫光明的道路，咱也要成做光明的儿女。伫登山宝训，耶稣对上帝国的百姓安尼讲：恁要成做世界光，恁要成做世界光。咱若是互光所照，咱嘛会通伫咱的生命中间显出光。有一个老师，伊为着要考验伊3学生的智慧，所以就带因到3间教室然后这3间教室变大间伊甲这3个学生讲：我要甲恁考验恁的智慧我希望这个房间即马空空，总是到暗暝的时阵，恁会通将恁
一个物件，你所想的物件，你想看什么款的物件，会通来充满这个房间。当这个时阵，我给你一寡钱啊，每一个人拢同款的钱，你会通摕这个钱去买恁想到的物件，然后互这个房间会通充满这个物件。这三个学生就出去，因咧想讲到底要用什么款物件来充满这个教室。第一个想讲啊，这个教室内底就要有桌啊有椅啊，所以利用这个钱去买足侪桌啊足侪椅啊，然后来的时阵将这个教室摆甲满，总是桌啊甲椅啊摆满了后，还佫有足侪空间。无法度充满这个教室，然后第二个学生伊就去买几乎车的稻草，伊讲稻草较俗，买较济，然后将这个稻草放入这个教室内底。总是这个教室游园非常的大，这个稻草塞甲满，总是游园也佫有空间。第三学生伊买几支蜡烛，然后当暗暝来时阵，伊将这个蜡烛家点落倒。蜡烛点倒了后，规个教室拢充满了光。兄弟姊妹，你认为这三个学生中间，什么人较有智慧？光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特色，就是伊会通显明家己，而且伊这个特色，就是当伊咧显明伊家己的时阵，伊咧显明万物。所以，以弗所书第5章第13节讲，一切会通显明的，就是光。因为光有这种显明的本质甲能力，所以咱伫上顶方面，伫咱的认知、咱的知识层次，咱讲光会通上定真理。伫咱伦理道德的行为内面，这个光上定良善甲圣洁。一个人若活伫光明中间，就是伊会通领受真理，会通顺服真理。常时伫伊的生命中间，毋也是干那捌真理，伊也欢喜伫伊的生命中间活出良善甲圣洁的生命，那安尼伊的生命就开始亲像光同款，会通照伫人的面前。光有显明的本质，但是嘛必须要伫适当的所在，才会通发挥伊这种显明的功能。所以耶稣煞就安尼讲：恁是世界的光，城坐伫山顶是袂通稳重，人点灯，毋是放伫斗底下，是放伫灯台顶，就会通骗照厝内底的人。恁的光嘛是共款，就爱照伫人的面前，互人看见恁的好行为，会通将阳光归互恁伫天顶的爸。那耶稣讲即句话，毋也是伫马太内底讲，也出现伫路加、马可，拢有共款即款的记载。马可福音书的记载是讲，人摕灯来，毋是要放伫斗底下，也是放伫床底下、床底下，就爱放伫灯台顶。路加福音书的记载是讲，无人点灯是要放伫地下室、地窖子，也是放伫斗底下，拢是爱放伫灯台顶，互未来人拢会通看到光。他这个说明，拢是要甲咱讲啊，耶稣当初时，伊对着这个光的重视，上时伊对着光，咱安怎诚做啊？这个天父上帝的儿女，诚做一个光明的囝儿，咱应该所做的代志。耶稣的时代，人的光，特别是暗暝，还是讲黑暗的时阵，所需要的灯，通常是对油灯来，用油来点火的时阵，会通发出这个光。所以耶稣就用油灯来代表所发出的光，来做一个比喻。耶稣爱军队的人，将油灯的光，唔通放伫斗底下，唔通放伫床底下，唔通放伫地下室。因为即几个所在，拢是一个徛起内底较低的所在、稳密的所在。你若将油灯放伫迄个所在，虽望油灯又会通发出光，总是伊所照的范围就非常的小。常时当伊发出光的时阵，会去互即个斗、米斗，也是讲互即个门床，也是互即个地窖、地下室内面所有遮的隔间，甲伊掠走。那安尼，即个光虽望有发出即个光，总是袂通照亮全家的人。耶稣讲，就将你的光爱放伫灯台顶，悬的所在，然后即个光就会通照亮规间的房间，会通发挥即个光正做光伊真实的本能。那耶稣也是讲，就将灯将即个光灯放伫即个灯台顶，同时伊阁讲，恁爱记住，就爱将城起伫山顶的所在，人就会通看到即个城。
光要照亮全家的人，这是你每一个基督徒，还是讲每一个上帝国的百姓，在你的家庭中间应该扮演一个角色。总是教会，这是整体上帝的百姓，相信耶稣的人所形成的一个团体，所起造一个教会上帝的城。这个上帝的城要起造在山顶的所在，唔通起造在温密的所在。耶稣用这个山顶的城来说明，什么是世界的光，什么是上帝儿女的光应该有的表现。伊讲，恁是世界的光，城起伫山顶，袂会温密。这个所在所讲的山，唔是非常高的山，唔是阿里山，唔是义山，唔是喜马拉雅山。这个所讲的山是一个小山丘。伫古早，济的城拢起造伫这款的山丘顶管。譬如讲，犹太人介重要一个城，叫做撒冷城，是起造伫以色列中央山脉，海拔约750公尺，迄个高的所在，750公尺，所以远远就等会通看到。伫罗马城，这是古早非常出名的一个城，伊叫做永恒之城。伊就是起造伫7个小山丘的顶面。罗马出名的一个思想家、辩论家，叫做西塞罗。伫伊的文章内底，伊咧学了罗马城安尼讲，伊讲我捌看到这个罗马城起伫山顶，就敢若亲像世界光，万国的堡垒。远远看就当看到这个罗马城，城起伫山顶，互人远远就当看到伊。城若起伫平顶的所在，那安尼伊就无法度人看到。起城就是要互人会通看到，毋是为来温密伊。但耶稣用顶台顶的光来比喻咱每一个基督徒，用山顶的光来比喻咱整体的教会。伊爱咱有好的行为。然后将这好的行为显明伫人的中间，互人看到，会通归荣光互爸上帝。那这好行为的标准伫倒落？伫马太福音书第3部分，耶稣介起头就讲：心内谦卑的人有福气。耶稣讲：你为着做艰苦心的人有福气，你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咬甲喙焦、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怜悯人的人有福气。清起家己心肝的人福气，互人会通带来和平的人福气，为着义的缘故，你欢喜受迫害的人有福气。这个拢是耶稣所讲的好行为。耶稣讲了这个好行为了后，然后讲，恁就爱成做世界光，恁这个行为会通显明上帝的好的美德，然后会通互人来荣光爸上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是光明的子儿。你伫你的家庭中间有发出这款的光无？你有将这款的光照伫你的厝内底无？咱的教会成做上帝国的百姓，咱的教会整体伫咱的教会中间，伫咱的社区中间，咱是毋是有发出这款的光？互人因为看到教会有这款的好所行，会通归荣光互爸上帝。保罗先生伫伊的批信中间劝勉所有基督徒讲。前恁是暗昧，是暗；总是现今恁伫主内面是光明，所以恁行事做人，就爱亲像光明的囝儿。若无有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生命会活伫罪恶的关系内面，咱常常活伫黑暗中间，咱的良心常常敢若叫黑暗的关系，甲咱炸掉咧，甲咱控制掉的，致到咱常常活伫黑暗中间。总是耶稣讲，当你相信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光。当你有耶稣基督伫你的生命内面的时阵，你就成做光明的囝，成做日头下面的囝。恁无搁再属伫黑暗，恁也无搁再属伫遮个黑暗的关系。上帝就是光，伫伊内面无黑暗。如果咱是上帝的儿女，咱也必然成做光明的儿女。伫耶稣基督内面所成一个重要的救赎。就是将咱对黑暗世界的关系中间，将咱拯救出来，享受咱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是活伫光明内底，不是活伫黑暗内底。所以，当咱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咱已经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虽然有的时阵，你犹原有肉体情欲咧作怪；虽然有的时阵，魔鬼撒旦犹原咧引诱你来犯罪。总是当你要该犯罪的时阵，圣神通过耶稣基督的光会甲你照。
互你知影你做唔对咯，会通伫你的心内底，甲你激励，讲唔通继续安尼做落去咯。迄个时，咱的罪就被显明，就亲像诗人所描写的：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，你将阮稳捌的歹摆咧伫你面的光的面前。这是基督的光，基督的光会通互咱看到、照到咱心内原本稳慢的歹。咱原本稳慢的罪，原本咱活伫罪恶黑暗的关系中间，基督的光要甲咱显明。当咱犯罪的时阵，咱就是伫黑暗中间做遐暗昧无理的代志。这暗中所做的代志，若被提起、被显明，咱会感觉歹势，咱会感觉见笑。总是咱着知，当基督的光来照亮咱，互咱看起咱家己的罪，互咱会通伫这个光中间受到责备。上帝的心意。唔是爱咱继续活伫这种见笑内底，上帝的心意是爱咱伫个光内面受到责备了后，咱会通离开罪恶。咱的生命唔通搁再活伫罪甲黑暗中间，咱的生命就爱活伫光明内底。只要咱什么时阵决意离开黑暗的罪恶，咱会通行伫上帝创造甲救赎的光明中间。那呢，咱生命就开始会通结出济济光明的果子。保罗讲，这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，就是公义，就是诚实，这拢是光明的被上帝所欢喜的。常常咱会问讲，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？什么人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？如果咱通过基督的光，咱来了解，咱会通安尼讲，一个基督徒，真实的基督徒，就是伊真实悔改。伊看到家己有罪，当伊罪互基督的光照明的时阵。伊欢喜伫主的面前认罪，然后伊做一个信仰的告别，我要离开这个罪，我无要继续活伫黑暗中间，我无要继续活伫这款的见笑中间，我无要继续活伫这种无有真实的自由甲荣耀的生命中间。当你安尼归向伫上帝，离开这个罪恶的时阵，你就通成做一个好，像是真实的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咱着学习，将咱的所行所做，咱做决定。咱所有内在动机，拢来伫耶稣基督的光内面来受显明。当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光内面显明的时阵，咱就通知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上帝看做欢喜，什么是上帝看做无欢喜。咱中间的确，侪人捌有坐飞机的经验。当咱来到机场的时阵，咱就爱将咱的行李放伫这个检查这个检查台内底来做检查。你检查的时阵，咱的行李要经过 X 光的这种检查，你看咱来这个行李内底有枪无有炸弹无，有走私的酸酒无有这毒品无，这违禁品无。当咱会当安然通过这个检查的时阵，咱坐飞机，咱就安心。上帝的话就是基督的光，基督的光要检查什么货？检查咱内在生命是不是稳重一寡会破坏咱的生命？会破坏别人的生命，遐会歹的物件。若有，伊通过伊的光甲咱照，就是要将这个歹的物件会通剔出来，离开咱的生命，互咱的生命无搁再继续互这个歹物件继续受破坏，继续受毁坏。一旦咱会通经过上帝话基督的光来检验了后，那呢过去稳重伫咱生命黑暗的一角内面，遐会有毒的物件。有败坏这物件，会离开咱的生命，通互咱的生命欢欢喜喜活伫上帝的光明中间。耶稣对着这个光实在非常的重视，所以佮继续安尼讲，伊讲恁的身躯的灯就是目睭，恁的目睭若金，身躯就有光；你全身躯就光明。你的目睭若花，通身躯就暗。你内面的光若暗。迄个暗是偌尔大，但这个所在所讲，你目睭若金，是咧指咱心的目睭非常的专一醒悟，然后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simple，然后非常的健康。就是咱的目睭注目伫上帝，咱的目睭注目伫服侍上帝。咱毋是干那服侍上帝，然后搁服侍马门。当咱服侍上帝，搁服侍马门的时阵，咱的心就无单一，咱的心就无单纯。咱的心就无健全。当咱真实服侍上帝的时阵，咱就得注目伫天顶的财宝，唔通继续注目伫地面上的财宝。当咱会通，
咱的心灵服侍上帝专一、单纯来服侍上帝的时阵，咱的目睭会就开始成做光明。那呢，咱的目睭就亲像一拍有光的灯，这个灯若拍开的时阵，咱的规身躯就拢得到光明。反倒等，如果咱的心灵的目睭若花，咱敢若看地面上的财宝，无要看天顶的财宝。咱一面服侍上帝，搁一面服侍其他偶像。那呢，咱的心灵目睭会愈看愈花，会愈看愈暗，甚至到伫最后，咱啥物都看无啊！这个灯既然若花去，你的规身躯也拢要陷落伫黑暗。当我来到伫咱教会时阵，有一些兄弟，伊拢讲因肉体目睭有问题，因为到伫年老时阵白内障啊，这个也是你视网膜剥落。咱肉体目睭拢会拄到这款的困难。我家己本身嘛是，即摆咧看册时阵，若看纸本的，真紧目睭感觉花去。咱肉体目睭到伫年老，拢会拄到这个问题。但是咱肉体目睭会花，唔通互咱心灵目睭也花去。咱心灵目睭若愈花去的时阵，咱有一天，咱规个生命就活伫黑暗内底。咱的肉体目睭确实会愈老愈花。总是现代医术帮助咱，会通帮助咱通过这现代医术，互咱目睭会通经过手术了后，会通目睭顶头得到光明。无论你肉体目睭是好是歹，你爱记住，唔通互你心灵嘅目睭愈来愈黑暗。咱肉体目睭有可能歹，总是咱的心灵目睭会通愈来愈金。如果咱伫基督嘅光内面。所以保罗先生呼吁这信徒安尼讲：，恁困的人就醒，对死人中搁活，就基督的光要照恁。耶稣基督的光欢喜来照咱的生命。这句话，大部分的解经学家认为讲，可能是早期的教会当因咧庆祝过活节的时阵所吟的一个诗句。这个诗句咧邀请每一个人来反省，咱是活伫黑暗中间。也是活伫光明中间，咱是咧困，也是咱的灵性生命已经真实。这个诗句通讲，嘛是规本圣经的一个缩影。对伫人类的祖先亚当犯罪以后，人类的灵性甲灵魂拢伫昏昏沉沉中间，敢若亲像咧困。所以咱咧困，所以敢若亲像黑暗暝中间，咱活伫这黑暗中间。而且更较可悲的就是。咱无察觉咱家己的罪恶，咱无认为咱家己需要得到拯救，咱家己认为咱家己是义人，唔知咱家己已经犯真济罪，上帝无欢喜，所以递到咱一届搁再一届，丧失得到拯救的机会，递到咱规个生命济罪恶甲误会，咱犹原认为咱真好，自我感觉良好，总是当咱真做基督徒，当咱有圣神所感动，圣神。要将耶稣基督的光照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会通感受到，我活伫黑暗中间，我敢若咧困共款。天父上帝要将咱对困的状态中间，甲咱叫醒，互咱人生的生命对濒临死亡的边界中间，互咱得到高活，互咱会通真实，互基督的光更较济照亮伫咱的生命内底。咱以前所有的生命，就敢若伫黑暗中咧困共款。如今，咱醒悟起来，会通看到基督的光照亮咱。伫基督的光、圣洁的光中间，咱过去所稳重一切心思意念，就敢若亲像赤身肉体共款。咱的骄傲被显明，咱的自私被显明，咱内底恶毒的心被显明，咱内底淫乱的念头受显明。当这受显明的时阵，咱的心就受到责备，感觉非常的见笑。总是当你会见笑的时阵，这是好代志，因为当你会见笑的时阵，这个光就要来治疗你。上帝已经为着咱备办耶稣基督的保护，你有认这个罪，上帝予咱的应允是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确定。人若认家己的罪，上帝的确照伊的公义、照伊的信息来赦免你的罪。伊要洁净咱伫伊面前所认一切的罪，像是佮要享受一个义的袍，互咱穿。互咱无搁再赤身肉体，互咱会通行伫光明的道路中间。
互咱会通活出光明的生命，也结出光明的果子。兄弟姊妹，唔通继续伫黑暗中得困。兄弟姊妹，咱就爱伫基督的光内面活伫光明内底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的生命有光无？你心内有光无？你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无？伫个光中间，你会通成做光明的囝儿无？耶稣对咱讲：“恁是地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。”你敢知？当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会通成做上帝光明的儿女，你也通成做照亮别人的光。马丁路德讲一句话不只有意思，讲一个基督徒，你若无法度成做一座的灯塔，介无你嘛爱成做一支蜡烛。咱妈妈听过一句话安尼讲：“与其做主黑暗，不如点燃一根蜡烛。”在咱的家庭中间，在咱的社会中间，包括在咱的教会中间，你的确会发现有一寡黑暗的角落。总是如果咱是干那批评，咱干那论断，咱干那咒诅，咱干那埋怨，咱袂通改变任何一个事实。如果咱用基督的心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咱看到黑暗的所在，咱恳求基督的光来照伊。如果咱继续活伫埋怨、咒诅、批评内底，你爱知你的心灵也会愈来愈黑暗。如果咱恳求上帝光来照咱，那安尼，这个光唔也照亮咱的生命，这个光也照伫黑暗的一角。那安尼，迄个黑暗的所在，互光所照，伊就会通得到改变。兄弟姊妹，咱要互咱的生命互黑暗所吞噬，也是咱要做耶稣基督学生，互咱的生命也同款会通发出光。愿意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光，互这个光照亮伫咱的生命，这个光通过咱的生命来照伫人的面前。耶稣明明甲咱教示讲，你着发光，唔通将你的光放伫斗底下，唔通放伫床底下，唔通放伫温密的所在。唔是你要偏袒你家己，唔是要讲你家己外交，是因为你知，当你照这个好行为行伫人的面前的时阵，人要将荣耀归予恁伫天顶的爸，因为因知是上帝的光照亮伫你的生命内底。愿咱拢得到耶稣基督的光来照咱。愿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拢成做光明的囝儿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世界的光，阮的主，求你开拓阮的目睭，互阮伫你的光内面看见光。主啊，你是世界的光，恳求你，互阮活伫你的光明中间，无搁再行伫黑暗。求你也教导阮，成做世界的光，通将光照伫人的面前。阮愿意照你的教示来行，阮要欢迎你的光来到伫阮的生命。我们意爱行伫光明中间，成做光明的儿女。从上帝你互阮光明的好行为，就是良善、诚实、纯洁、公义、怜悯、谦卑。阮会通行出这好行为，毋是互阮通家己称做义，是阮行这好行为的时阵，人要讲，伊是光明的囝儿，伊所相信的上帝是值得上的上帝。伊所相信的上帝是值得荣耀甲学乐的上帝。爸啊，愿意阮会通荣光你的名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耶稣。